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吧，我是怡杰，我是敏华。怡杰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新闻啊，他说食药署呢抽验了市售的免洗筷子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市售免洗筷啊里头有很多是含有毒的物质哦。这个免洗筷是天天在用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呢，是不是真的很伤害身体呢？而说到了筷子，就是筷。筷就是筷子哦。那么其实啊，我们在外面用这些免洗筷之前，一定要做到的就是闻看洗。最重要的是用之前呢，还是要先洗一洗比较好。洗就是 say 就是洗。那其实刚刚也提到了，像这样有毒的免洗筷啊，天天使用的话呢，其实很容易像是引发呕吐啦，或者是恶心等等的症状哦。刚刚提到了呕吐就是 porn， 你刚刚提到呕吐就是 porn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外出吃饭要记得带筷子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出外食飯要記得帶筷嘅。出外食飯要記得帶筷嘅。今天Go Go公好吧就告诉您这些很重要的卫生常识。老板娘，2个料炖排骨，谢谢。学姐，我跟你讲，这家炖排骨很好吃哦。你要用免洗的筷哦。对啊，我要用免洗筷吃啊。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哦？没有但那个好麻烦哦。那你如果要用之前呢，你最好用60度的温水晒。可是我要去哪里找60度温水晒啊？好像也是哈，不过还好呢，你学姐我很贴心，准备了2副筷借你。真是太体贴了。排骨来了。之前啊，新闻就有说啊，像是有些免洗筷啊，里面会有毒的物质哦。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，可能会有porn恶心的症状哦。这么严重哦？那这样下次我要记得自备环保筷了。小华，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自备环保餐具比较好。对呀，你想想看哦，在外面吃饭，你也不知道你用的免洗筷到底安不安全。所以今天啊，赶紧帮你复习的第一个字呢，就是筷子，筷子就是筷就是筷子了。那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如果真的在外面用免洗筷有水的话呢，记得要洗一洗哦。洗就是 say 就是洗哦。当然，如果你长期使用到有毒的免洗餐具的话，可能会导致恶心、呕吐。那么呕吐就叫做 porn 就是呕吐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後要幫大家複習的一整句話呢，就是外出吃飯要記得帶筷子。這句話應該要說的是：出外食飯要記得帶筷嘅。出外食飯要記得帶筷嘅。今天Go Go公哈發告訴你的這些要好好記得哦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